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南部大雨直报，传出树仔倒去、果子园淹水的灾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写配合罗西亚总统普京，希望两个人当头对面来朝停战的协议。德国汉莎航空有一只飞行机头前的起落架向放起，造成真侪人受伤。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即摆外口当咧落雨，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南部大雨直报，有真侪所在拢传出灾情。台南有一间城隍庙边仔老青仔倒去，高雄外海透8级风有游轮船走水入去，也若是屏东的房山是有山仔园做大水。山仔园内底水已经淹到脚目悬，农民遐讲清理伫咧园里了水4个旬。屏东房山对初4暝开始落大雨，敢若初5一天就落10把毫米。农民讲这雨若阁继续落，庄顶也袂慢的，可能会着病定点真恶卖。尤其今年山野大出计小摆，卖样若无水，就无人要收。你那种太严重了，现在因为现在芒果大叔那个像那种饮料店还是什么，他们也不会收，哎呀，他们还是挑果矿。那屏东的山仔园淹水，这波低气压大来大雨，也互台南这间城隍庙边一张4楼悬的老青仔，规张树仔强强倒落来，那个树骹有姜架旧的石碑拢害去，就连边仔五爷的厝顶嘛地害了了。庙方人员讲，困到一半，强强嘣一声，害伊惊一个赶紧爬起来看，结果树仔已经倒伫咧土骹。人家来看，可是他都一直拖就。所以后来已经2个多月都没来。所以才导致说他可能就撑不住了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病啊。对了大雨，南部的海境嘛出现8级的阵风，屏东小日区的交通船嘛害甲亲像过山车。初时暗时晚10点，高雄米道的西南方海境嘛有一只外籍的游轮，因为船撇来的车身断去失去动力，规只船啊，个海境拍甲强要变去，海巡赶紧出动，透暝甲船顶的9名船员平安救落来。2个过来啊，2个。3个，小等下，4个，慢只，啊慢两个。因为游轮顶悬也有13吨的柴油，甲200粒的乌油，海巡已经联络航港局，甲船拖去高乱片外海加强监控，避免并船污染海洋。高雄气象站也提醒，受到低气压影响，南部地区到初5暗时拢有大雨直报，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接受专访的时，讲想要邀请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参访台湾的发电厂。黄仁勋本人表示讲，这是真大荣幸，不过嘛强调讲，台湾需要能源才芳会行。另外，台湾去年 GDP 8.7%是已经成做世界第7，搁创新纪录。不过，台股伫咧今仔日因为受到美国的影响，早盘是落真济，最后是收伫咧45070.70点，落606点。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结束来台14天的行程，今日早起准备坐飞机去韩国拜访供应链友伴。对总统赖清德提出要邀请黄仁勋做伙参访台湾发电厂，黄仁勋讲这是真大荣幸。I would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and it would be a great honor, of course. Taiwan needs energy, and the reason why Taiwan needs energy i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are growing 14% in just the first quarter. 黄仁勋讲，能源是工业成长的必要条件，所有希望发展壮大的产业拢需要能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即阵啊，伫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因为人工智慧的带动，去年台湾 GDP 升悬到8.7%，伫亚太主要的先进经济体摕到冠军，超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这个国家。全球排名入于第7名，面临去年的高基期，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要9.64%。当 AI 需求快速爆发的时候呢，形成低基期加上所谓的高成长的这个效果呢，使经济成长率特别的显眼。虽然台湾 GDP 可望搁创下新高，不过拜五下个煞落价，因为美国普通的财报甲展望无好，点到全球开始卖半导体股。初五韩股收盘大落5.54%，日股收盘落882点，收伫66588点。台股早盘上加44209点，落价超过1400点。好佳在落价的幅度有较点优惠，中场以45070点收盘，落606点。记者采访报道。
台北到上海一直拢有透过交换动物来交流。这回上海要送咱2只小鸟熊，按说明仔载就会送到位。咱若讲到动物外交，其实台湾是一直拢有参与世界无共款的保育计划，主要拢是针对迄款要长种的动物，而且嘛拢有袂歹的成果。先来看拉里，台北动物园是全球头一个成功人工生团的，伫咧2022年嘛借2只拉里互捷克的动物园引起关注。过来是大猩猩，为着帮助伊探种，咱有参加澳洲的保育计划，引进大猩猩伫咧亚洲建立伊的族群。咱若是讲到马来貘，台湾嘛是真重要的保育地，甚至是要甲新加坡的动物园互相交流，来帮助马来貘拍种。最后是马来虎，台湾有加入国际交换计划，为法国引进马来虎，结合企业的领养制度，出钱嘛出力，做伙为保育尽一份力。胖胖的尾，圆润润的目睭，看起来真古锥。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有新的物种。台北上海城乡论坛动物园物种交流进一步落实。上海动物园2只小鸟熊一定撤落到台湾。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了解是搭晚上的飞机，预计明天早上会抵达台湾。那当然，后续还要再经过1个月的检疫。回顾2项互送保育类动物，包括2008年来台的大鸟禽团团圆圆，2011年台湾回送中国长藏山羊，也个梅花鹿，2014年由福州来台的小鸟禽欢欢美可阿阿。今年双方一定搁进行物种交流，中国送咱上海小鸟禽，南方本来要送乌卡徛鹅，因为上海动物园乌卡徛鹅基因多样性有够，所以改送白手长手丸。上海小熊猫不止输入的时程被中方延宕，就连交换的物种呢也被中方片面推翻。整个过程其实相当不尊重台北市、不尊重台湾的准备。有人刻意的将专业保育的议题操作成政治化，真的是非常的遗憾。黑脚企鹅的交流调整是依循国际动物园基因管理机制跟专业的评估结果。台北市立动物园讲，交换物种变更为白手长手丸，双方也搁伫密切沟通，后续需要经过主管单位甲防疫机构审查协商。目前交换时间还未决定，2方动物交流嘛，正做台北市选前的焦点。今年的时候也有跟日本交流小毛熊，所谓的双城论坛它应该是地板它不是天花板。我们跟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交流啊，并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局限，更不需要这种比如说需要政治前提的这种交流论坛。台北市政府嘛表示，520原来迎接为新加坡来的马来貘猩猩，接替去新加坡的林木路进行野外保育会员交换计划。若是小鸟熊来台了后，检疫流程若顺利，一定上紧伫7月还是8月正式展示。记者采访报道。日本的宪法又搁互人叫做和平宪法，因为伫咧第9条内底有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嘛袂使保持有战争的力量。不过发生俄乌战争、中东战事了后，这国际之间是愈来愈注重防卫的这个能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按算要来修改宪法，承认自卫队，也就是讲建立会当使用武力的这个条件。当然，有人赞成，就有人会反对。支持的人是认为讲要应用局势变化，尤其是面对中国甲北韩这2个刺牙牙的厝边啊，也是要来加强安全保卫能力。若是想要维持现状的人，是无希望日本搁惊翻头，又搁加入去战争内底。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赞成的民众是比较较侪，有37%，反对的30%。虽然讲这修改宪法是真无简单，不过这个议题嘛，已经让日本的民众是愈来愈关心局势的变化。叶标语唱歌的发光机，还有真侪人 cosplay。日本国会头前组织了1万人亲像大型的音乐节，但其实因拢是抗议的民众。日本国会前，大批民众集结抗议，呼吁日本政府立刻停止修宪，别让日本走上战争国家的回头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目标伫2027年的春天完成修宪，内面上受关注的，就是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战争和刑事武力，要为着海空军和其他战力的宪法第9条。憲法9条を改正してしまうと、
ぱり戦争放棄だとか、そうですね、それこそ武力を行使し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こう揺れてしまうという可能性がすごく高いので。武力を作れば相手方はまた武力のもっと大きい武力します。そういう点では武力を持つことが平和につながらない。憲法9条はそのことをきちっと伝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守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反对的民众反倒受限了后，以向拢认为家己是和平国家的日本恐惊会捲入国際紛爭，但是伫全球局勢變化之下，戰勝派是主張講應該把自衛隊列入憲法，明確定定地位，而且把未有戰力的相關條文汰掉，這會限制日本的安保工作。現在は相手から侵略行為を受けた時の自衛権の行使は戦争行為ではない。これは国際法上も正しい理解だとしたら、実は改正をする実益というのはあんまりない。近隣諸国との関係を考えると必要性がないのであればね、必ずしもがあえて改正しなくても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な。學者認為講，把自衛隊列入憲法實質的改變並無大，但都有可能會加深和中國的對立。不過，根據大多數的日本的媒體的民調攏顯示講，贊成修憲的是超過反對的。憲法要修還是無要修，連專家攏正歹下定論。另外，參議院2/3這個修憲的條件，執政黨連半數的釋出攏無夠。現階段恐驚只是先淡出議題，為做民意，等時機到啊才做。公司國際記者施祖和日本東京報道。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發表一張寫予羅西亞的總統普丁的公開批，希望講兩個人會當當頭對面來敲停戰的協議。普丁表示講會使，不過愛照頂一回伊甲美國討論的內容來做基礎。澤倫斯基寫予普丁1800字公開批，語氣大正義，表示羅西亞民眾已經對烏克蘭無人機攻擊、汽油欠缺、物價起價、甲戰爭本身感覺真野心。這個時陣，等待歐洲戰爭，重新正做美國關心的焦點是錯誤的，呼籲普丁唔免驚停止這場戰爭。澤倫斯基提議兩個人直接對話來達成終戰協議，建議雙方確定一個會議日期，點名隨時討論期，才會傳統中立國做見面的地點，伊願意佇談判期間全面停火，同時準備全面交換戰俘，呼籲羅方賣當行互因掠去的百姓甲兒童。安尼無，烏克蘭已經準備好要戰到底，到時陣改變會為羅西亞內部發生，威脅普丁個人的地位。澤倫斯基發表這封批的前一天，烏克蘭無人機攻擊普丁故鄉聖彼得堡。當地這禮拜當地舉辦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論壇，普丁冊是引用馬克吐溫的名言，表示關於我死亡這個風聲攏傷喊，以否認羅西亞經濟因為戰爭陷入全面危機的講法，嘛表示願意佇美國阿拉斯加安克拉蒂甲烏克蘭談判。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готовы и хотим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с Украиной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ичем на той базе, о которой мы говорили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в Анкоридже. 不過，普丁所講的去年安克拉蒂美羅會談所提出的架構，差不多完全順羅西亞，要求烏克蘭大多管有土地，當時已經去予烏克蘭拒絕。普丁講，陸軍佇前線穩定攻擊，暗示後面會當趁川普無用伊朗問題，說服澤倫斯基放棄部分領土。I don't know. I'm glad that they're maybe talking about meeting. I think w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It's going to happen.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但是川普對羅俄領袖會面真贊同，希望雙方攏會當妥協，嘛無袂記咧講伊本人甲美國對促成這件代誌有誠濟貢獻。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歐洲拍算要佇咧邊境打造無人機場來防止互人入侵，主要就是要加強偵測敵人，佮有提升反制的能力，結合 AI 鎖定目標。北歐上大的國際無人機展佇丹麥盛大開展。今年展會的重頭戲，除了無人機本身，更加是安怎偵測甲反制。This has now sort of proliferated into the military thinking of most NATO militaries, which means now there's a push to figure out how to counter drone technology as well. 因為北歐空襲幾立變防侵擾，歐洲各國領袖當咧計劃建立邊境的無人機場。We are a dual-use manufacturers, so there's a lot of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for oil and mining and pipeline inspection, and
looking a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t we're also seeing a lot of public safety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s. 面对雷达真恶感测的小型无人机，但要厂商研发出结合人工智慧的高解析度相机，会当用电脑视觉锁定目标。We go and install a sensor at a given location, and it listens to its surroundings. It uses some time to learn which are the, you can say, natural sound patterns in this area. 除了用目睭看，阁会当用耳仔听。这款仿生设计的听音设备，会当分辨环境自然声的特征。一旦发现各样，就通随意境。传统的电磁波侦测嘛是反制关键。专家现场示范安怎透过将无人机甲飞官之间的通讯信号，甚至是 GPS 定位来进行乱炸甲情资收集。 The drones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oth the cost calculation of war. So we have very cheap FPV drones costing just a couple hundred or $1,000, taking out very expensive, very bespoke systems such as tanks,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无人机的威胁愈来愈大，加上科技更新嘛一直加速，安怎建立更较有韧性的防空系统，已经是全球各国国防安全的首要课题。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 德国汉莎航空有一架飞行机，伫咧要停挖定机口时，这飞行机头前的起落架煞向放弃，机组人员甲地勤真侪人受伤。这件意外是发生伫咧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一架波音787客机起落架放弃，造成飞行机是摔伫咧涂骹，航班是赶紧取消。报告显示讲，将有可能是这油压系统故障，不过这详细事故原因是也搁爱调查。 苏格兰有一个22岁的骹球迷布len行美国，伊除了为着要看世界杯骹球赛以外，伊嘛募款呼吁爱重视男性的心理健康。另外，今年的世界杯国际骹球总会嘛是落重本，开500万美金来改善草波，希望互选手更较好的比赛场地。 老在亲像电影人物阿甘同款，凊彩流的喙鬚，穿假仔的苏格兰裙。22岁球迷弗格森当咧挑战用行的，对洛杉矶行到波士顿，拢总5000公里。I'm just a crazy football fan who wants to go to extreme lengths to watch my team play at these tournaments. And 弗格森这座健行，除了要赶苏格兰国家队过28档的世界杯第一战，另外嘛是一场为着男性的心理健康发声的募款活动。I think that in reality we're in a crisis with men's mental health at the moment. You know, men unfortunately all over the world. 2016年的世界杯都要开始踢啊，球迷伫场外真热情，开始长途行路。主办单位嘛同款无用，替场地拼最后的布置。 为着解决过去临时的天然草皮春球无平均的情形，影响球员的控球，国际骹球总会 FIFA 这摆是开超过500万美金，和科学家联手，目标伫短时间内打造完美的球场。 The geography of the three countries being so far apart, from Mexico City to Vancouver's, 3,100 miles or so. 对热带真湿的迈阿密，到凉凉的西雅图，甚至海拔2000公尺的墨西哥城，专家伫沙质的土内面染入好生纤维，亲像更紧甲草皮固定好条，防止吞甲真厉害的时阵出现大块土坑。The other requirements they have is a vacuum ventilation system where they can pull excess moisture if it's a heavy downpour of rai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blow air back into the root zone. 为了克服湿密的场馆的问题，FIFA 是要求引进真空通风系统，将每一个球场的草皮的高度拢控制伫干那3米的范围内，希望球员伫世界各地都会当稳定来发挥实力。即马舞台已经搭好，全球准备来迎接4年1摆的骹球盛事。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 骹球看山，换来看马拉松。德国的走标选手沙奇，伊挑战伫咧死亡国沙漠走马拉松，伊用5天的时间走604公里，完成目标，打造伊家己新的纪录。 沙奇伫要走到终点，完成这段长跑马拉松的时，路边的民众为伊大声拍扑啊鼓励，庆祝伊佫完成一项极限马拉松的挑战。这届距离超过604公里，等于是走一般马拉松14转的远，对5月初5到初10，用123点钟的时间完成。
根据《时任》杂志的报道，刷机为着这届挑战，伫2025年完成挑战纵贯日本3000多公里的走标了后，就展开10个月的准备甲训练。不过半路也是出状况，因为西蒙国沙漠是以大雪炎热出名，5月的平均气温就超过38度，上悬要到50度。刷机伫走到大约320多公里的时，出现严重掉刷的现象。差一点仔就无命，好在在伊的团队及时抢救，刷机伫休困半点钟后，才阁再度出发。除了气温，地理环境嘛是严厉的考验。这座挑战的路程，关键精差是达到6000公尺。嘛，因为安尼，刷机为着要赶紧完成，5天落来总共敢若困7到8点钟，真正非常考验伊的体力甲耐力。亲像电影内面的主角阿甘。刷机沿路受到各地民众的鼓励甲加油，嘛有人摕德国的国旗替伊赞声，也是斗热热对咧做伙走一段。刷机最后来到有名的地标濒临太平洋的圣塔莫尼卡码头，佮受到真侪民众影响式的迎接，庆祝伊创下新的纪录。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